蔡瀾逝世，風流時代嘅終結。蔡瀾辭世唔只係文化界一筆嘅消逝，更加似係一種時代嘅輕輕關門。佢唔只係美食家、詞人、電影監製，更加係一位生活嘅辯證家，代表住香港風流嘅黃金年代。呢個風流並非尋常嘅浮誇輕佻，而係一種有底蘊嘅灑脫，係對人生滋味嘅盡情體察，對文化嘅幽默包容，以及對繁華世界裏面自我定位嘅自在從容。蔡瀾同黃霑、倪匡並稱香港三才子，三人無所不談，無所不愛，從文學到酒色，從江湖到禪心，係一代人對世界熱情探索嘅縮影。今黃霑、倪匡先後遠去，如今蔡瀾亦步入永恆。香港嗰種又俗又雅、又真又幻、又笑又納嘅風流氣，仿佛亦都隨之消散。我哋唔係單純咁懷念一位名人，而係目睹一種生活美學嘅落寞。喺今日越嚟越緊繃、道德二元化、政治與身份撕裂嘅時代，蔡瀾式嘅風流顯得格外遙遠。佢嘅自在與幽默唔再係主流，佢嘅寬容與曖昧容不下當下嘅激進與清算。佢代表嘅係一個相信人係可以有趣咁活着嘅年代。蔡瀾走咗，我哋或許該問：我哋仲允許邊個過風流嘅人生？仲容許邊種曖昧同幽默？仲敢唔敢活得好似一首詩，亦都似一鍋滷水？佢呢一走，留俾我哋嘅唔止係哀悼，更加係一面鏡子，映出我哋呢一個時代嘅板結與乾涸。風流未必總係風雅，但係冇風流，人生就只係剩返算計與幸存。風流一去，時代不再。